大家好，我叫张瑶瑶，我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关系读研究生。现在，我对明斯克最大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里真的很美，并且环境很好，空气特别清新，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和我们中国的建筑风格相差很大，我觉得很漂亮这里。我选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它的 QS 排名在全球前500。如果按照我的成绩，我在中国是没有机会上到这样的学校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所以我选择了这里。然后我的第1堂课是在这里学的，俄语的字母发音，对，就这些。我知道的白俄罗斯语的话，我知道布里维大涅。我想给将要来这里读书的人一些建议的话，就是白俄罗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我已经在这里4、5年了，我特别喜欢这里。然后大家对外国人，白俄罗斯人对外国人特别的友好，而且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有耐心，然后关于授课的专业性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这里。我建议大家来这里读书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白俄罗斯人对外国人非常的友好，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很耐心的帮助到外国人，并且同学们也会在学习生活中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老师的专业水平也都是非常高，所以我建议大家来这里学习。